有这个本土疫情扩大，幼童确诊的人数嘛一直在增加。指挥中心的统计，目前确诊反重症的儿童有7例，其中3例有脑炎的症状，其中2例已经亡性，有1例搁伫加护病房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王立明讲，台湾的疫情也未到高峰，儿童脑炎是一个警告的信号。南口中家病院副院长柯正顺嘛来指出，全世界儿童确诊出现着脑炎的症头真少，敢若离国内的亚洲国家有案例，无排除甲基因或者是体质有关系。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感染科的主任王高斌嘛来提醒，这脑炎一开始像感冒，只要囡仔发烧、意识无清楚，就要赶紧送病院。囡仔伫病院内底穿好满、穿外套，毋过要是细阵，因为咧发烧，连送水的浓度拢测袂出来。毋过急诊量能真暗，敢若会使点啊等1点外钟才进入急诊室。儿童防疫进门诊外口，会互妈妈无力躺咧困，毋过妈妈骹步震动真烦恼，嘛有其他家长牵囡仔来遮等裁检。指挥中心统计，目前国内已经累积7位囡仔重症，有3位出现脑炎的情形，其中有2位不幸过身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王立明认为，这是一个警讯。这个病毒是应该感染肺部的，然后这个病毒去感染脑部呢，基本上是一个很少见的状况。儿童确诊引起脑炎，伫全世界发生的案例无济，敢若伫几个亚洲国家出现，敢会甲基因有关？只有几个亚洲国家有报告过的话，确实是可以推论说是不是跟某些基因的这个好发性有关。那至于实际的发生率是多少，这个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才能说。医生提醒，遮囡仔发烧未退烧，有抽搐、咧吐、活动力无好，家长都要赶紧送去病院。小孩子有明显的呕吐的现象，意识不清楚，那在那个有抽筋的现象，那再来就是嗜睡，高烧，这些都是脑炎的它的特征。虽然目前囡仔确诊要是以轻症为主，不过家长要是要了解脑炎的症头，医生嘛建议要防治囡仔重症上好的方法，要是注疫苗。5岁以下未当注疫苗的囡仔，家长嘛应该去注疫苗，减少带囡仔去公共场所，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家己的囡仔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